硬嘢嚟喎啲卡。冇刮手嘛？係啊，咁咪好咯，咁咪唔會有啲抽唔到咯。好，讀最後嗰3個得㗎啦。我 number 嚟嘅，有得讀。 RC number 嚟嘅，係大家留意下。 151。最後3個數字。 151 RC 嘅151，係啦。OK， 好，第二位。第二位阿秋。係一次頭3個係啦，頭3個。 066。 066 66號，誒你啊，OK 晒，OK 好，再抽多一位。031。 31，係咪先3個？幸運兒，先3個先啱。係啦，OK。你嘅獎品。咁就係有展鵬嘅年歷嘅 TVB 年歷。今年好好啊，有2套戲啊。係啊。好，攞完獎可以企喺度影張相，係啦。OK， 好。係啊，恭喜晒，恭喜晒。哇，好啦，又好，你哋影張相先。張相呢個點咧？係啊，呢個呢個送咗俾你啊！起埋呢個啊，預備。咪等等影咗相先。OK， 恭喜晒。好，跟住我哋仲有2份咧，就係阿展鵬親自挑選。哇！嚇？係啦，如果唔介意嘅，其實都 OK 嘅，因為都我幾中意嘅嘢嚟嘅。呢個咧，係。使唔使你自己介紹2句啊 OK， 你介紹下啦。一個咧就係，哇！因為成日都係點講咧，都係啲男仔嘢，都係攞我自己啲珍藏啦，係咪？咁而家好多支持我嘅朋友都要周圍飛嚟飛去，係咪？咁啊，呢啲我諗啱你哋用。哇！一家大細咁呢個 size 應該都冇問題啦，係咪？係啦，OK， 可以有啲物件啊，係啦，第一份我想要啦。好。哇，冇力啊！好重手啊！好緊張，好緊張。190。190 RC 190嘅邊位啊？誒有冇啊？有冇啊？你嗎19年。是你嗎？恭喜！太好了！哎，我們北京的朋友，哎，我們又見面了。哇！謝謝。啊，李先生啊，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哇，真太好。好，先拍個照。呢邊，展鵬。哇，太好運氣了！我們在橫店張寶仔的時候，我們2個人看我班。好啦，我哋唔好意思啊。對，好。不好意思。好吧，謝謝。啊，恭喜 OK。好，另外又要講下咯喎。好啦，咁啊，我嘅標誌當然都有眼鏡在內㗎啦。咁呢個眼鏡咧，我就已經拆咗個眼鏡片㗎啦，因為咧係有近視嘅之前。特登為你哋拆片，係咪展鵬用過㗎？報紙啊，我用過㗎。哇！影過相㗎啦，大家都知㗎啦。咁呢個我揀出嚟咧就係都適合女仔嘅，中性啲嘅。唔適合都係咁用㗎啦。係啊，都照戴。好 OK，慢抽一個啦。好，好緊張，邊一位幸運兒啦？即刻要試戴㗎，一間嗰個。看起來很多，哎，不是太多戴眼鏡的啊。我都是戴眼鏡的。特登唔戴㗎。啊，是吧？隱形的。隱形的。好。不戴的也可以戴嘛，是不是？從現在開始戴。有沒有那麼多？哦，大 number。喂，2、3。唉，好緊張。有邊個2、3字頭㗎？唔見咗。唔見咗張嘢啊？哦，抽個。2、3、6。236。236。恭喜，第8題嗎？係第8題，我寫出嚟啊！出嚟啊！快啲！ OK，係啦。恭喜晒！好啦，快少少啦！好
送埋呢張 lucky card 俾你啦。恭喜晒！好，即刻影張相先。OK，thank you。OK，恭喜晒！